香港大學喺賽馬會嘅慷慨嘅捐助之下，同醫管局明愛社會工作服務部以及香港心理衛生會合作推行呢個賽馬會思覺健康計劃。呢個計劃呢將會進一步咁樣體現同埋加強醫療、社福以及學術界嘅協作，提升我哋社會嘅精神健康。根據世衛組織嘅資料，思覺失調患者對一個家庭所構成嘅負擔，其實僅次於四肢癱瘓同埋痴呆症嘅患者。我期望呢個計劃能夠提起社會人士對思覺失調同埋精神健康嘅關注，並增進醫護人員、社工以至廣大市民對思覺失調嘅了解，為患者提供最適切嘅支援。我哋非常之高興，今次呢個賽馬會嘅全力支持，成立咗思覺健康計劃，等我哋有機會喺多年來個思覺健康累積嘅知識同埋經驗，應用咗喺臨床嘅服務上邊，甚至推廣教育以及作進一步嘅研究。Where we don't understand those things, we are afraid. We alienate the people that are directly affected by this illness, and that is not the best side of human nature. 目前香港下一步要做嘅，除咗發展預防嘅工作之外呢，就係擴展現有嘅服務，令到更多嘅患者可以得益，同埋呢係繼續嚴謹嘅臨床嘅研究工作，以幫助我哋呢係去探索最有效嘅服務模式，提供公眾對於思覺失調嘅認識，同埋加強專業人員嘅培訓。